好来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中华鹿港的天后宫，香客真多，附近的介绍路、甲亲民路、沿路拢无画红线甲黄线，真侪人拢想讲会当停车，结果拢互开罚单。警方讲，因为这个道路只有双向两个车道，只要有人停车，其他的汽机车要经过，都会骑过这个双黄线，所以加强处理这两个路段的违规停车。讲敢若是这个月就开出着124张的罚单。警方提出的罚单一张搁一张，甲规地刀摆甲满，这拢是这个月开出来的违规停车单，拢总有124件。开单的地点就伫咧中华鹿港天后宫附近的介绍路甲亲民路这搭，这沿路拢无黄线也是红线，煞一堆人拢互开单。因为这条路敢若来回双向无啥看，若是有人甲车停在路边，其他的汽机车买过就会超过双黄线。常常车祸，这个1个月至少3次。附近的店家讲，介绍路甲亲民路外天后宫，行路大约200公尺尔，休假有真侪游客停车，加速警方开单的热点。若是游客，就连当地民众拢会互开单。不开一张啊！这个真的很没有道理。民众的罚单顶悬，阁有车辆停在路边的相片占半个车道。不过车卡无黄线也是红线，原来互开单罚900块。车辆停于路边外，部分车身仍占用车道的行为，如有妨碍他车通行，或是会导致他车闪避车辆跨越双黄线的违规行为，处罚违规人新台币600元至1200元以下的罚款。警方讲，124件罚单，大部分是游客来停车。若敢袂当画线，爱互道路宽管的单位提出。民众认为，若是袂当停车，公部门就应该画线，也是告示。啥物拢无，煞着爱民众接受互开单，是真无合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